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時事生活在城市。今次會同大家介紹珠海唐家灣古鎮。唐家灣古鎮隸屬於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，地處香洲區北部，東臨珠江口，與香港大嶼山隔海相望，南與香灣街道相連，西南和前山街道相接，西北和中山市南朗街道毗鄰，北和三鄉鎮相連。東北臨海灣是一座保留大量清末明初嶺南風格建築的歷史文化名鎮，以唐紹儀故居、共樂園、唐家三廟為核心。這裏名人輩出，如唐廷樞、唐國安。環境清幽，商業化程度低，適合漫步、喝咖啡和體驗人文歷史，且全天免費開放。講返早年的發展，南宋紹興22年，即是1152年，設香山縣，下設10個鄉，唐家灣地區屬香山縣長安鄉管轄。去到2002年3月28日，唐家鎮與金鼎鎮合併為唐家灣鎮。2006年7月，珠海高新區和唐家灣鎮實行區鎮合一，由市直管。唐家灣鎮成為珠海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的主園區。鍾意今次影片，請大家訂閱、讚好、分享影片，拜拜。